继续要来看是这个中华鹿港的老街游客真多，这个老街附近有袂少的停车场，停车费拢无共款，民众都爱看好清楚，才袂来引发到消费的纠纷。有这个停车场停车方便，管理员的服务阁真周到，民众讲像这种的，就算爱加开一寡钱来停车，嘛甘愿。停车场的管理员伫咧指挥交通，毋过详细甲听。 分别啊，才有节奏，佮配手势是真有班。民众讲，这管理员的服务是改赞，指挥袂输咧盘子。做偌久啊？当然，你比足，你做势足水的咧。 记者访问管理员秘书怎走去，民众翕到这个趣味的场景，除了记录快乐工作的管理员，嘛要记这个收费方式，因为白纸红字的150，伫咧平常时是无共计数。假日150，啊，平常时啊咧？平常时啊不一定。不一定哦。反正100。中华鹿港的旧街加游客多，停车的需求大。国向头前嘛有袂少停车场，有的是算点钟，有的是算几改。虽然这停车方便，不过收费的标准无同，嘛引发着讨论。我感觉停车若50块无，啊住出来呢100，我感觉100元咧是合理的啦。你拢会安来，搁再来，搁再来，搁再来。哎，你来到这时，你会讲。 好嘞，停了。民众讲生笑讲，这停车方便，加上管理员的指挥，就算是加收服务费嘛是真合理。不管安怎停车，一定要问清楚价数，避免消费纠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